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前书第6章。恁中间有人甲别个信徒有纠纷，要伫信徒面前甲伊告，哪敢对无信的人告伊？恁敢毋知信徒要审判世间？既然恁要审判世间，敢袂晓解决小可代志？恁敢毋知，连天使咱都要审判，即世间日常的代志，搁较毋免讲。即款代志，恁敢通交互无受教会尊重的外人处理？恁实在真见笑！恁中间敢真正无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？恁竟然有信徒告信徒，甚至告到无信的人面前。其实恁相告，表示恁已经拢输啦。恁若毋宁可受冤枉，若毋宁可受欺亏。恁颠倒冤枉人、欺亏人，甚至对会内的兄弟姊妹嘛安尼做。敢毋知不义的人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？毋通骗家己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做男娼的、好男色的、做贼的、贪心的、酒醉的、诽谤的、诈欺的，拢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，毋过恁已经洗清气，已经圣化归上帝。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搁通过咱的上帝的神，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有人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毋是逐项代志拢有利益。我嘛通讲，逐项代志我拢通做，毋过我无互任何代志控制。有人讲，食米是为着腹肚，腹肚是为着食米，对。毋过即两项，上帝拢会甲因毁坏。身躯毋是为着淫乱，是为着服侍主。主会供给咱身躯的需要。上帝有互主对死搁活，嘛会用伊的大能力互咱搁活。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基督的肢体？安尼，我敢通将基督的肢体，互伊变做基督的肢体？绝对毋通。敢毋知，甲基督发生肉体关系，就是甲伊成做一体？因为圣经讲，两个人要成做一体。毋过，甲主结合的人，就伫心灵甲伊成做一体。着拒绝淫乱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拢无影响家己的身躯。不过犯淫乱的，是犯罪害着家己的身躯。敢毋知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？这位圣神踮伫恁内面，是恁对上帝领受的。恁毋是属家己，是属上帝。因为恁是伊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所以着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